专注眼神，认真敲打。家乡在苗栗竹南的客家人刘玉亨，国中时就对木工有浓厚兴趣，但是长大后却照着长辈期待念了医检科。原本在医院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，但是他却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对，我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，他是就是对木工有情有独钟啦。于是刘玉亨上来台北自己创业，开了间木工工作室，当木工做木质家具，也开班教学生。这个东西做的没有很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重做一次也可以。客家话一句叫做"摸石子，摸石子"，好，不要气馁，加油。动作太慢的话，我就叫他们说"要动作快一点"对，不然就是说有没有问题，看一下做对吗？我就大概会讲这几句而已。不止偶尔跟学生们说2句客家语，刘玉亨还把客家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。只见他一笔一笔把客家的标志油桐花刻在木头上。他说，把传统和现代结合，不止美观，也能传递文化。希望说有一些客家的元素可以带进里面，然后带到我的作品里面，带一些元素进去都可以。对啊，我也希望说能够在这方面多了解一点，看去多走一走客家庄吧。原本色泽直朴的木块，经过刘玉亨的巧手之后，摇身一变，都成了独一无二的家具。许多造型可爱的工艺品，还会有客家小碎花的图样。他说，客家人就是有种拼劲，不低头，不服输。他想证明，兴趣也能当饭吃。上课喽！木石子，木石子，木石子。